为了眼控引领高中对面的基地，就是原本建中里村，市府甲国防部合作，将管村土地铁都活化，顺利进行多次更新招商。其中无想触电2亿的公共设施，加上社会主体开辟，总体市库节省10亿的开销。商务市长吴伟特亲自主持开工动土仪式，在民代甲乡亲拢到场见证，场面相当热烈。相同，海内平安，天地永固。相同，中安好顺利，就得红衣。相同，专当天我们气温汹涌，又叫当作居民将来评奖签名的。会中伫人西座顶用办喜事的心情来庆祝动土，大学局长表示，将处到110户的社会主体，预计113年底完工。而这嘛是眼空区第一栋的社会主体，来个加上其他区域，全市到明年底将2900户。这是永康的第一栋，但是全台南市的1100多户，现在总共有110户。但是我目前为止已经动工的社会宅有1170几户那预计到明年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动工或正在兴建，已经就是说不是纸上作业，已经开始动工、开始兴建的有2900户已经，我想说，希望说这些社会宅有些再早一点动工，像在仁德那边已经去年就动工了去年底今年初就动工了。那我们希望说都能够如期如质的完工，我们这样子能够把公共利益极大化，那把这个民众的公益能够做得更好。台南推动社会主体兴建目标，对2000户已经增加到4200多户，搭配租金补贴、包租代管等政策配套，希望降低青年甲弱势大的负担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